本港樓價有幾高，唔單止香港人感受到，連海外嘅調查都反映得好清楚。美國伊利諾伊州一間人口顧問公司調查全球各地喺去年第3季嘅樓價，發現新納入調查嘅香港喺82個主要城市當中係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嘅地方。調查指本港嘅樓價係全年家庭入息中位數嘅11.4倍，而之前6次嘅調查只有洛杉磯曾經達到呢個數字，分別喺2006同2007年有11.4倍同埋11.5倍。而僅次於香港樓價最難負擔嘅城市，分別係悉尼同埋溫哥華。至於喺英語國家中樓價最難負擔嘅國家係澳洲，係全年家庭入息中位數嘅6.1倍。瑞人就認為，雖然本港樓價不斷上升，但估計政府唔會推出新嘅措施壓抑樓價。再撳得再多呢，嗰個越嚟越唔穩定嘅因素就越嚟越多。咁到時搞得唔好咧，真係懟冧個市嘅話呢，佢可能仲唔想見到嘅。中原指數去到100點啊，嗰陣時呢幾重要嘅心理關口呢，或者亦都升咗1成呢。相對而家嗰陣時呢，可能嗰啲政治壓力又翻嚟啊，或者係亦都呼聲又多咗呢，佢可能會再有個誘因，會再出多啲招數。佢又指有效嘅措施包括喺未來3至6個月內增加超過4萬個單位，主要係面積超過1000平方尺嘅大單位，解決目前有過多中小型單位嘅問題，同時令私人單位嘅供應提早出現。瑞人估計中原城市領先指數2012年底會升至120，比起現在大約90嘅水平，反映樓市仍然有超過30%嘅上升空間。亞寬頻電視記者李文傑報道。